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生命可比一条线，我是一条线，伤短无人看，伤长熬甜半。哥哥甲我交做一条线，一个是灵魂交予上帝，一个是心灵交予行情。一个是感情交予骄傲，一个是意志交予志意，一个是身体交予台湾。上好，我是东线，东线的引电，甲台湾的快乐引起自由。上惊我是四线。毋通甲台湾的气势拍断去，拍断去化作光线，散去，散去。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7集分享的是嘉义的萧长春老师所带来《生命可比一条线》。接落去，咱邀请萧老师来分享伊写这首诗的心情，也佫有台语文的用字。这我是我心肝内有感想才会安尼写出来。因为我看到咱台湾讲做番薯番薯其实较早的番薯较纯，即摆番薯已经透人去较无台湾的本土的观念，所以我才会用这个生命可比一条线。这我是甲几个概念斗做伙，就是一个是咧检讨家己的生命所以我这条生命是若像一条线我但是无爱讲限定对种线，甲一条线当然每一人的线无共，有的人是西线足切，有人是东线生命足轮。我从细汉的时，其实我是大肚公妈祖婆的客囝，我是残骨烧皮，第姓詹的姓萧的请应，伫小甲我是孤囝，就是讲我詹甲过来小甲隔一个我初三的时我养爸过身，高三的时我养母过身我养母就伫家己去到病院过身将我交予一个传教士因真正真关心我真照顾我我对伊得到生命改变，我才信基督接受了，所以我才讲我的一个灵魂是交予上帝。一个是心灵交予行情，人若无心灵感觉无像人，那像动物一个是感情我对阮家足亏欠，感觉足亏欠，就是讲因为我操一世人拢为台语文咧拍拼有较对家庭会较放较冷拢伊咧欢所以讲一个是感情交予家后，
家后这个词，或者再有人做离婚歌唱出来，这大家拢知影家后，啊无可能我无呀，一个是意志，到地义，咱人地义啥物，迄个意志就放伫遐。像讲我一直地义为着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语言、文字、文学这件代志，聊落来40多冬，这条路真长真久，所以就讲这个意志甲地义有关系。我地义这，我的意志就放伫遮。一个是身体，另外一个数就是身体。身体我就交台湾上好，我是东线，话题就要接对东线过来。东线的引电，咱怎东线才会当引电？那西线袂当引电。甲台湾的溃裂引起自由，上惊我是西线，毋通甲台湾的溃死拍断去。我用足济迄个手路吼。顶悬讲丝，后壁嘛用丝，拍断去化作光线，光线来会来，但是嘛会散去，讲散去，散去。所以我才会想要写一条生命可比一条线，这条线是咧讲我，嘛咧讲台湾。真济词吼，有真济词，咱台语的意思甲华语无共，是讲华语讲字义，甲咱台湾来讲的地义无共。有人较地义清，有人较地义食，有人较地义佚佗，大人地义也无共。这个地义就是讲对中，对中，华语讲做注重，咱讲对面的对。对中，对这真感觉看作真重要。第二，咱会使讲是甲这看作真重要，毋是讲请你来示意一下。咱萧丁春老师今仔日带来这首诗《生命可比一条线》，有非常深的含义。所以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忠老师来分享伊听这首诗的感受。萧丁春老师伊所写的生命可比一条线，伊希望伊的生命毋是真简单，有法度许互人甲你压断，还是甲你迄个拍断。你若是去用拍断去的时阵，你就会化作光线。散去，因为光线写出去都无写出去就消失了。所以讲，伊袂做迄种轻花一现昙花一现迄种的。你是要久长的、有气力的、连续的，毋是安尼。敢若讲即个丝线，你甲点一个火，伊当然光的嘛，足光的但是随化去，伊袂做迄种的代志。希望伊的生命是久久长长。是要参台湾的气势甲做伙，参台湾的生命连做伙，这种的，毋是要一点光就会花去迄种的，散去，伊才甲强调2摆，意思讲台湾毋通安尼4线，都爱团结，敢若5股线甲做伙。这种的生命的线的时阵，才是伊要追求的迄种物件。毋通甲台湾的气势拍断去，拍断去化作光线，散去，散去。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二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鼎春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分享心情感受。专门给电台制作，家事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